디고도 암라 데 남주 템 당부 통도 당아 보모 조고 춘추지게 앉아 남주 치모 인터스팅 게서 한교산 예민라 계산도 쓰고요. 如果明嘛，今朝嘛，看嘛给没个不能做东西行。中央的可以起飞。当到拉扎对的，人家是给那个看嘛给，那么冬天人家对你都是的话，结果的呀，是那的呀，吃不差不多同就话，那把那的俺们那人家是看嘛给不，人家是吃的大概吃的只是是给就吃，可你来什么呀，搞错吃不凶是话，那人家是吃的你做呢，那是人家是的，吃的点的大意思的话，那点的呀，人家是拉扎给那个。第六步嘛的，你嘛这是拉不呢，这对你这有嘛认识了的呀，是这是就是等你这边什么的学切清白是那些。拉不着里这个对你我那些呢，呀，刚一切去录正套了，应该是那些。就比个拉不着里这个对，你咱们这是如果的从刚录过一次，这刚么主给拉是单脚的，这讲多，那样录正就的。kun zo yang xin de bu xie yang nian xin ya nje ga le ka hu ye be sno xie dong do dang do jiang zhou gu de eng zi sno san zhe cham zi yi zhe ma lu men zhe sno san le bu ma de ne yang su su sem dang ngam zha xian na la na sem na le du bu de xi mang bu xiu na ka ba zhi de ba la la nje ka ba ge da nje se lu jing to le ya ga le xian na du na su su sem xiu me be sno xia su su de na yang ba la ge su na 다 소소 이제是两个人这是谈差不多，소소谈没学过，呀，这是引进两个的嘛，亲差不多就是，那呀，就什么学的，这亲不现那这，有一个等到我做年那如果他给了这给他，这是比如保姆机那么久呢，但得拉不着了如果的，可是你们都就这七八年是也不大，那么久嘞，如果现那些，可是这是年数给不掉了，拉不着的这头了呀，如果现那些。白珍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是我们的开心果。她是一个永远行动大于话语的女生。白珍是一个对自我要求特别高的人。在我们做假期规划的时候，她会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走318国道，去欣赏西藏美丽的风景。这是那么多东西对你那样，从他到了那么久，这旅游这个的，这从他叫我们不接呀，这是留下的，等到这是修，这讲呀，忙不起来了，呀，丢个的，这是针对，讲呀，加啦忙不起，等那样修钱不讲呀去，那干来看不是。就这是那么多我那马当过了呀，我啥到了，这是六九节就是举重不小的。大外几拉子跟这的日本熊肉的西建这忙不讲，今年我觉得这是西建这里忙不起来有的，那今年现在一直当一直连锁呢，人啥到了给那个你们都吃见，这是就那么进去这喇叭开着，那么就那么干了，这是那么就跟这单位那边啥到干了，这是吃见热见国内食物的就煮的。2号机和3号机盯好掌机标志线，保持好高度差。4号机既要看到3号机，也要看到掌机，灵活进行调整。天当不说是叫我们配对咱们，这个对那么多咱们没情况的呀，说是什么呢？在那前面时间的那新意是哪记得话？那呀，那么多播了最差别学过了，那什么了？在那的西安这见面不见，什么了？别那么久说是啥到了呀？跟着家妹的说没学，新北给上路口面多。他谈的说是我呢，这是么个那么多当给写下的，说是不干了，这是跟着前面学呗，上路马个课。格桑白珍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是一位阳光、开朗、有爱心的小女孩。在飞行训练中又多了一份严谨与细致。具体表现是在平时的飞行准备中，她善于思考，勤于发问，
在飞行实施中思维敏捷、果敢、泼辣，在飞行实施之后善于总结，不断提高。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格桑白珍是一位从雪域高原上走来的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按照是拉扎去年去，按照罗萨了大把去罗亚有嘛啦，那电话罗萨龙啊子去罗有嘛的。第二，我就本地罗萨个对巴拉达阿姆拉工作难来两个小时没不接，那从我大概来不啦。第五对我就拉这古芝达、建拉达、罗布工作呀，按照是卡达达，按照去，那巴拉达阿姆拉工作所配对工作卡达有，按照是啥呀的，按照盲目按照去。那第二样，我就马上呢，按照是巴拉达阿姆拉的，那么就从大概吃送啊。第五对阿姆拉的，那么就他们当不同的杭州山，那么就前面按照是当啊，我们如果春秋这个按照，但那么就前面按照是等于是，第二样给的，但按照那么就前面按照是当样了，搞了前面先拿卡布里斯。3、2、3，打起来了！第二，马上那年我就按照是制作姐姐古松公司这个的业务啦。那第五对呀是那么多单去部门按照是通讯啊。那第五对什么那样搞错前面的时间。那第二个按照是比如按照是那么多单去按照这主业要嘛啦。那所以呀什么那的目前的修改这但马上把所来按照各个前部是有那什么。那样天气我就公园那么多单采接触老远就这嘛，那么多个。重大节吧，圣诞节重大节呢，人日嘅普在我马店呢，安稳应嘅规不得不叫话就叫人啦。普脚嘅训练通呢，人日嘅浪吹作当策划节吧当，熊掌当健身啦店呢，每个客人嘅领奖啦送给就叫人，收给。